哋練完鬆身法，而家翻嚟練拳啦。首先呢，我哋複習一下前幾次練嘅招式先。我哋由左分腳開始，左分腳，轉身，左蹬腳，左雙風貫耳，右蹬腳，右雙風貫耳，上步丟手單邊，好，我呢再擰轉一個方向呢，同各位一齊再練習一次，一樣係由左分腳開始，左分腳，轉身，左蹬腳，左雙風貫耳，右蹬腳，右雙風貫耳，上步丟手單邊，我哋呢複習埋上一次練嗰啲招式啦。跟住呢，我想趁呢個機會呢，同大家呢做一個複習。呢複習呢，就係由第一式開始呢，到32式。我就之前都講過啦，我哋將呢個拳呢學習咗個招式呢，練到越純熟呢，對後邊嗰啲招式呢就越容易學習。咁我今次呢，由頭開始做一次，但係做之前呢，想提一提大家，我哋練拳嘅時候呢，要放鬆身體，用意不用力，所有嘅招式呢，要徐徐進行，同埋呢，要均勻，唔好忽快忽慢。咁我哋而家開始，由第一式開始。開步，起勢，右橫手，左橫手，攬着尾嘅右橫，你擠，按，丟手單邊，提手上勢，採，捏，找，靠，白鶴兩次，扭膝咬步，搬難捶。
風刺臂，轉身十字手，抱虎歸山，推掌，理濟，按，轉身就抵隨，動咽喉，動咽喉，左斜飛勢，右斜飛勢，雲手，丟手單邊，後退蛇身下勢，左金雞獨立，左高探馬，右分腳，前進蛇身下勢，右金雞獨立，右高探馬，左分腳，轉身，左蹬腳，左雙風貫耳，右蹬腳，右雙風貫耳，進步丟手單邊，我哋咧又練完咗一次啦，複習一次啦。大家要記住咧，練習嘅時候又要放鬆個身體，所有嘅動作咧要均勻啊，千祈咧唔好緊張。咁咧一套拳咧打完咧，氣血暢通，對養生咧一定好有幫助嘅。而家咧我轉咧同各位觀眾同一個方向再複習一次，由第一式到